来了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还不信？你看，有吗？哼，死了信吧！哎呀，没救了！哎，你说我还跟你说，你怎么会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没事，他叫你等你就等，他要是死了，你就死在这里吧。没用的家伙，去找他呀！既然那个姓朱的对他不好，你就不会把他抢回来。姐姐说过，爱是不能替代、不能忘怀的。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那个姓朱的折磨到死。不，我不要。笨蛋，没用的家伙，把他抢回来，没准2、3天之后，他就把姓朱的忘了，爱上你了，还死赖在这里干嘛？去呀，去，快去呀！喂，你看，哎，你看那上面，月亮上面有个黑点，哦，好像是臭猪哥。哎呀，你再看旁边，还有一个黑点，是嫦娥，啊，好幸福哦！你看，你看。不会的，猪哥哥他会回来的，他一定不会丢下我的，他一定是在天上遇到危险了。你真是傻呀你！他一心一意想找嫦娥，好不容易上了月亮，他怎么可能回来找你呢？拜托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他不会回来了。哎呀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他永远不会回来了。不过啊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自己就会变得没那么重要了。你以他的快乐为快乐，以他的痛苦为痛苦。只要能与他朝夕与共，哪怕置身危难和黑暗之中，也会觉得很幸福。为什么有爱就有痛？为什么爱让人那么痛苦？我不想做人了，我不想做人了！
重的，甚至打败大猴王，替你师父报仇。你只有变得最强最大，才能被人尊重和敬爱，甚至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爱情。广寒宫，我来了！嫦娥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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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，我一定要等你回来。水啊！大王，大王，不好了，发大水了！啊，发大水了！坏了，带我去看看。哦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啊！还不是小龙女吗？她已经哭了2天2夜了，连停都没停过。大王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神猴山可就变成水世界了。小龙女呀！哎呀，我的姑奶奶呀！我的姑奶奶，你别哭了，求求你了，别哭了！你要再这么哭下去，我神猴山就全被淹了呀！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我好心痛，眼泪就是忍不住的这样流下来。好，你说你要怎么才不哭？你说出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猪哥哥。哎呦，小龙女，你个傻兮兮的猪，它有什么好的呀？哎，小龙女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永远见不到那个猪帅帅哥，你是不是就要永远不停的哭啊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带你去见你那个猪帅帅哥，你能不能就不哭啦？你说真的？哎呀，当然是真的啦！我要是骗你，我要是骗你，我就生病。真的？你不骗我？我不骗你，不哭，求求你了，别哭了，拜托，不哭了。雨停了，雨停了！耶！臭猴子！别哭！哎呀，来了！别哭！来了！别哭啊！来呀！玉帝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真有那么累吗？刚才上朝的时候，你就打了345个哈欠。我
我忙吗？玉帝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每天上朝的时候我都在，你忙了些什么事情我还不清楚啊？你们都退下吧。我来问你，你是不是因为天机老人那件事情怪我？看你现在对我不冷不热，我可就不清楚了。当时我也是一片好意，一心为天庭，可是你却不领情，真是让我说什么好，说什么好？你说你太不顾我王母的面子了吧？简直是胡言乱语，你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我看过分的是某些人。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又怎么了？没错，我这个人过分的可能只是在嘴上。你说实话吧，你是不是打心眼里记恨我？你又多想了，你真是的。如果你真记恨，我这个王母索性也不当了，我也回到我原来的地方，天天在天河边放羊，看你玉帝的脸往哪儿搁。放肆！你贵为王母，竟然如此出言不逊！你拿镜子好好照照你，你这个样子简直不可理喻。我让着你，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吗？哼，没良心的东西，一点不念及我和你夫妻一场。现在倒好，只会说我，实在是太可气了。哎呀，我怎么知道啊？随便找找看吧，找找看。走。哎呀，来。那个人要跳河！哎呀，哪儿呢？快点去救人呢！救人？哎，我去看看。哎。你这个姑娘怎么这么重啊？不要！什么？大声点！我听不见！放手！哦，放手！好，放手！放手了！是他让我放手的。你有没有听错？啊，没有啊。他好像之前还有2个字。什么字啊？不要！快点救人！大胆狂徒，竟敢私闯广寒宫！来人，给我抓去！放开我啊！哎呀，你害死我！老奶奶怎么样啊？天河里游泳爽不爽啊？谁是老奶奶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是老奶奶了？你这个臭猴子，你就应该跳进天河里淹死才好！哼！早知道这样，不救你了，不识好人心。哎呀，你大胆！是啊，王母娘娘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啊？什么？我自寻短见？哎呦，你们俩有没有搞错呀？是我的梳子掉进了天河里，我刚想下去捞，可没想到这个臭猴子一下子松手了。啊！原来是误会啊，对不起啊。一句对不起就行了。
这个臭猴子，以前没见过吧？你为什么要擅闯天庭啊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大老远的跑过来，就是想过来害我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说了这么半天，还在不依不饶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废话，我把你扔回河里，让你喝个够。你想干什么呀你？呀，你这么凶干什么呀？你不用理他的，他呢有点傻傻的。其实我们刚才真的是以为你要投河，本来想救你，但是又不小心松了手。你想想看啊，如果我们真的想害你，那还会把你救上来吗？你这个小妹妹啊，说话还挺中听的，不像那个臭猴子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为什么要擅闯天庭啊？我想找猪哥哥。猪哥哥？哎呀，就是那个帅帅哥嘛，一天到晚哭得死去活来的，非要见他，烦死我了。看来又是一个痴情的女孩子。我跟你说呀，这男人呐，根本就不懂我们女人的心思。你对他越好，你越追他，他跑得就越快越远。等有一天你不搭理他了，说不定他会乖乖地回到你身边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个臭猴子，他是过来找猪哥哥的，你过来干什么？找杨妹妹？什么杨妹妹马妹妹的？我是来找你们头，说你的头？难道你是来找玉皇大帝的？啊，对，就是那个玉帝。哎呀，大猴王，这样子啊，你找他说什么理呀？他封我山，封我水，害得我身后山民不聊生。你说我能不过来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那个？我贵为玉帝，天下的东西都是朕的，朕想见谁就见谁，谁敢阻止我？喂，你先要拉钩勾的，你不守信用。上次你的手那么脏，我又没给你拉钩，既然没拉钩，那就不算，我爱来就来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再来广寒宫，我就去告诉王母。小兄弟，不要这样嘛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算了啊！喂，站住！哎呀，站住！站住！你们放手！到那边去看看。是。喂！大胆狂徒，竟敢私闯广寒宫，该当何罪？大胆狂徒，竟敢私闯广寒宫，该当何罪？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喂！哎呀，给我老实点！走！喂！走！喂！放开我啊！喂！哎呦！你害死我了！老奶奶怎么样啊？天河里游泳爽不爽啊？谁是老奶奶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是老奶奶了？你这个臭猴子，你就应该跳进天河里淹死才好！早知道这样，不救你了，不识好人心。哎呀，你大胆！是啊，王母娘娘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啊？什么？我自寻短见？哎呦，你们俩有没有搞错呀？是我的梳子掉进了天河里，我刚想下去捞，可没想到这个臭猴子一下子松手了。原来是误会啊，对不起啊。一句对不起就行了。哎，这个臭猴子，以前没见过吧？你为什么要擅闯天庭啊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大老远的跑过来，就是想过来害我的，对不对？不是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说了这么半天，还在不依不饶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废话，我把你扔回河里，让你喝个够。你想干什么呀你？呀，你这么凶干什么呀？你不用理他的，他呢有点傻傻的。其实我们刚才真的是以为你要投河，本来想救你，但是又不小心松了手。你想想看啊，如果我们真的想害你，那还会把你救上来吗？你这个小妹妹啊，说话还挺中听的，不像那个臭猴子。哎，对了，
你们为什么要擅闯天庭啊？我想找猪哥哥。猪哥哥？哎呀，就是那个帅帅哥嘛，一天到晚哭得死去活来的，非要见他，烦死我了。看来又是一个痴情的女孩子。我跟你说呀，这男人呐，根本就不懂我们女人的心思。你对他越好，你越追他，他跑得就越快越远。等有一天你不搭理他了，说不定他会乖乖地回到你身边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个臭猴子，他是过来找猪哥哥的，你过来干什么？找杨妹妹？什么杨妹妹马妹妹的？我是来找你们的头算账的。头？难道你是来找玉皇大帝的？对，就是那个老贼。哎，孙悟空，口气倒不小啊！你找他算什么账啊？他封我山，封我水，害得我花果山民不聊生。你说我能放过他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那个自称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？哦，对，孙悟空，我就是齐天大圣，我的名气都传到天庭来了。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这玉帝呀，可是天庭里面最厉害的人，光天兵天将就有10万人马，难道你不怕吗？哎呀，我好怕怕！我好怕怕！他呢，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对了，我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。我怕的是那玉帝老儿，他的皮不好剥，他的筋不好抽。这个猴王一定来者不善，有点神通。我何不利用他压一压玉帝的邪气，消一消他的荒淫之念？他身边的人都在给他拍马屁，没有一个敢真正站在我这边的。对，我帮他就是帮自己。发什么呆啊？快说，那老贼在哪儿？这个拿去，从南天门进去就能找到你想找的人。哦，对了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这个是我给你们的。多谢你啊！他肯定有病啊！你才有病呢，还不快走！好了好了好了。谁发明这种东西来害人呢？喂，有没有人呢？放我出去啊！我想方便呐，放我出去啊！嫦娥姐姐，我本以为到了天庭就能见到你了，现在我困在这里，别说见你，我连出去方便都不行了，放我出去！小号都没门儿，更何况大号啦！太上老君，哎呦，很久没见了，救救我吧！我是路过这里，听到有人大喊大叫，进来看看。嘿，原来是你呀！你犯了哪项天条啊？我冤枉啊！我在广寒宫外面等嫦娥姐姐吗？那个3只眼呢，硬抓走我，说我是淫贼啊！你跟我喊冤没有用，你就认命吧。玉帝严禁在广寒宫内外不准任何人贼眉鼠眼、欲行不轨。你犯的这个罪呀，往小里说呢是干扰天庭，往大里说呢，色胆包天，罪不可赦。惨喽！你说玉皇大帝下令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按照天条，在把你打入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之前，先把你炸个7分熟，然后呢，再撂进油锅里，把你炸得外焦里嫩，然后呢，我不是淫贼啊，其实那是……你这黑锅是背定了的，你没有人证物证，你说你不是淫贼，
谁相信啊？连我都不相信，除非你要当面指证那个淫贼。我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你就认命等死吧。不要！谁让我心肠那么好呢？不过，我还是能为你办件好事。喂，你能帮我办什么事啊？你先放我出去嘛，对不对？啊！你的后事。我的后事？我枪掉你个水蜜桃啊！什么后事啊？你给我出来！出来啊！喂，喂！哎，你看这天庭有什么意思啊？还不如我花果山好玩呢，对吧？前面有看门的天兵天将，怎么进去啊？哎呀，不用理他们，就当没看见。走。哼。哦。站住！什么人敢闯南天门？哦。原来是一对聋子和哑巴。好，我自有办法，让你们停下。哎呀，不要啊！你这3只眼的怪物，想要又聋又哑的话，我现在成全你。哎呀，不要打呀！你就知道打，你不记得还有这个啊？怎么？你认识这个？王母娘娘的宫牌。哼，王母娘娘你都不认识啊？瞎了你3只狗眼！哼！两位请。哼！走。哎呀，居然冻住了我的金箍棒！大胆妖猴，竟敢行刺于朕，还不赶快拿下！退下！你也该收收手了。猴王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其实事情根本没有那么严重，大家又何必刀兵相见呢？是啊。这件事就交给我解决吧。好吧，哎呀，这种小事交给你来办吧。孙悟空啊，你冷静点嘛！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是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。你封我山封我水，不让我花果山活了是吧？好，我不跟你废话了，我今天让你死个明白。我说你这个猴王，我刚才说的话都白说了。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了。你不就是恨玉帝封山封水吗？行，玉帝解除禁令就是了。另外，你改写生死簿，封自己为齐天大圣的事，我们也就不追究你了。哎，不，什么你不追究我？我还要追究他呢！大胆！不管怎么说，玉帝是一天之主，他总不能向你赔礼道歉吧？哎，猴王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除了承认他是齐天大圣之外，还封他一个天庭大官做做，怎么样啊？天庭大官？什么大官啊？什么大官？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嘿，告诉你啊，大官管什么用啊？能当吃，能当穿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你这个傻瓜，不光能吃能穿，还能不打架就成大英雄。天上地下的大英雄，你觉得不好吗？不打架呀，就能当天上地下的大英雄？玉帝封他一个天蓬大元帅怎么样？哎呀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就天蓬副元帅吧。好，大元帅就大元帅吧。那好，那就封你一个天蓬大元帅。真的，嘿，你就要出名了。哎，出名我倒不在乎，重要的是，都得让他们知道我。哎，我问问你，这个天蓬大元帅多大官啊？嘿嘿，有他大吗？啊？你呀，想一想就算了，没有一个官是可以大过玉帝的。你这个已经很不错了。哎呀，这个，总得让我有个思想斗争的过程吧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天蓬猴子大元帅，喂，
有型哎。哎，我看这个小丫头不错嘛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还聪明伶俐。这样吧，愿不愿意做我的干女儿啊？哦，我有没有好处啊？是不是每天可以吃蟠桃啊？那你可得想好了，反正啊，你以后所有的事情，我都可以替你做主。不过刚才还有人要找什么猪哥哥啊？是，王母娘娘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可不可以告诉我？这还不简单，问问这些天兵天将就知道了。哎，你们最近有没有在宫里头看见一个姓朱的陌生人啊？启禀王母，昨晚上我在广寒宫外抓到一个偷看嫦娥的淫贼，现正关在天牢里。偷看嫦娥？正是。朱哥哥还是想去见嫦娥姐姐。哎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他不就这样子吗？真没想到，直到现在还有人想往广寒宫里跑。是啊，这个淫贼真是色胆包天啊！来，把他放了。去！哦，等等，还有一件事，这可是一件好事，也是一件喜事。哦，准确的来说，这是一桩婚事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，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，所以就……魏老弟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为了把你救出来，一言难尽呐。我就知道啊，天庭的这帮人的确是够狠呐。不过呢，幸好军哥和神哥你们两个是好人呢。那是当然了。不瞒你老弟说呀，为了把你救出来，哎呀，我跟玉帝是磨破嘴皮，好话说尽。把我收藏了10多年的宝物全送给他了啊！真的？哎呀，不仅如此啊，为了收买天牢的天兵天将，我都几乎倾家荡产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。你看，今天早上我都舍不得吃早饭，就跑来看你了。我真的好感动啊！我要亲死你！老弟呀，不用客气，你别忘了把钱还给我就行了。一定的了。不过军哥，我只有一个要求啊。没问题啊，你把这次的钱还给我，我们再谈下一次。就一起算嘛。哎，军哥，你这么神通广大呢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见见嫦娥姐姐啊？嫦娥，晚了一步了。喂，你别吓我啊！我吓唬你能长个啊？嫦娥许配人了，是王母娘娘做的主。不会的，她被许配给谁了？天蓬元帅，玉帝刚刚封的天蓬元帅。我问名字啊，什么名字啊？孙悟空，你认识啊？怎么是他呢？怎么会是他呢？不可能的嘛！不可能啊！这猴子对女人不感兴趣的吗？哎呀，你听我说，第一，嫦娥不是一般的女人；第二呢，
孙悟空也不是一般的猴子。嘿嘿，信不信由你喽。反正我是听玉帝和王母娘娘说的，只要升到天蓬元帅，就可以娶到嫦娥呀。嘿，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要当天蓬元帅。怎么都要当天蓬元帅啊？哦，可是嫦娥只有一个呀。哎呀，我要不是身体不好，不，机会啊，还是让给年轻人吧。猴王，这门亲事多好啊！多少人想娶嫦娥，我可都没答应。你说对吧，玉帝？哼，这么好的一门亲事，难道你还不愿意？王母啊，要是猴王不愿意娶，那就算了，强扭的瓜不甜嘛。唉，看来就只能偷了。我记得人间好像有一句话，叫“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”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？好，我不管了啊，这事我不管。呀！娶妻有什么意思？哎，玉帝，你原来不是说过一句，什么老婆？哦，老婆是老虎。对，老婆是老虎。你说的。朕的意思他误会了。朕的意思是说，对老婆像个小猫，小猫长大以后，那就是老虎了。对。猴王啊，你别听他的。你要是娶了嫦娥啊，全世界的人都会羡慕你。再说了，这英雄啊，一定要配美人儿。玉帝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？玉帝呢？我要找玉帝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我要做天蓬元帅。哎呀，臭哄哄猪，你怎么来了？猪哥哥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是啊，你的猪毒不是全好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变回猪头了？正是说来话长。哎呀，现在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呀。玉帝，我找你有事。天气好热呀。人家找你呢。淫贼？淫贼？这凌霄宝殿之上哪里有淫贼？淫贼？你不要怕，朕是玉帝，朕可以保护你。你告诉朕淫贼在哪里，朕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你是玉帝，我要什么你都能给我吗？对啊，都给你。我要做天蓬元帅。好，朕答应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就是真正的天蓬元帅。不行，天蓬元帅已经另有人选了，而且这个人选还是你定的。是我定的，但那不代表肯定啊。天蓬元帅是天庭要职，必须相貌堂堂。这个只不过是个妖猴而已，哪儿比得上帅哥呀？仪表堂堂，色胆包天。不，朕说的是壮志冲天。天蓬元帅，非他莫属啊！我怎么没看出来呀？一个猪头，一个猴头，我看半斤八两嘛。这个猴王啊，难道你愿意把元帅这个位置让给他？我啊，无所谓，就让给他了。干女儿啊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个孙悟空嘛，也没什么本事。他不当这个元帅，也就罢了。谁说我没本事啊？谁说我没本事？孙悟空，你让他一回吧。对呀，我干女儿说的对，这也算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啊。我呸！
帅帅哥，你说我不配当天蓬元帅，对吗？那当然了。臭混混猪，有本事你跟我比试比试。比就比喽。对，比就比。好，比就比。二郎神，臣在。按老规矩，闯3关，谁2关获胜，谁就是天蓬元帅。我的好的好。本次比赛一共分为3关，谁获2胜，谁就是天蓬元帅。第1关，赛跑。孙悟空必胜！孙悟空必胜！加油！耶！帅帅哥，我陪你玩一会儿。老孙，如果你让我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哦，那你最好还是忘了我吧。你死定了！我跟你讲，嫦娥姐姐不适合你。你们俩看好了啊，那个地方就是终点，先到者为胜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孙悟空必胜！加油！加油！预备！孙悟空必胜！孙悟空必胜！干女儿啊，你站在那儿干什么呀？快过来，快到我这儿来！加油！加油！1、2。帅哥加油！帅哥加油！好！呀！加油！孙悟空加油！孙悟空加油！送你朵花。加油！孙悟空必胜！是你的肚兜。我赢了！啊！猪哥哥赢了！我赢了！帅帅哥，给你吃根香蕉。多谢啊！他已经早你3个来回了。第1关，孙悟空上。孙悟空赢了，太好了！第2关，跳远儿。孙悟空必胜！孙悟空加油！孙悟空必胜！我一听到打锣打鼓啊，我就觉得耍猴的来了。我呸！美的你，臭猪！你想吃天鹅肉没门儿！好了，准备。等等，等什么等啊？等你也是输。我会输？刚才是谁耍赖啊？他翻来翻去，谁会是他的对手啊？这个回合我要求不能用手。不借外力！不借外力！好，
好，不耍赖，不耍赖，我照样赢你。哼，还有啊，跳远不是吗？我用一条腿，你死定了。走着瞧吧，走着瞧。帅帅哥，加油！必胜！加油！必胜！孙悟空必胜！孙悟空必胜！孙悟空必胜！哼，我先跳。必胜！孙悟空必胜！孙悟空加油！来呀来呀来呀，跳啊跳啊！帅帅哥，到你了到你了，快跳啊！加油！帅帅哥，加油！帅帅哥，加油！呀！死猴子，我赢你啦！死猴子，我赢你喽！你自己说的不许耍赖，你还用你的强出弓，你耍赖不算。这局不算。不算，凭什么不算啊？谁说我故意要发功的？我刚吃完饭饭期来着，就放一下喽。不许进外面。凭什么跳远的时候不许发功啊？啊！耶！这个赢了，这个赢了，这个赢了！哎，你怎么到那边去了？这孩子。哦，赢啦！我一定会赢你！哼，我一定会赢你，一定赢啊！哼，说，第三关你要赌什么？我要，我呸！你要个屁呀！你赌什么都是输。喂，赌什么你们俩决定，要我这个裁判干嘛？第三关要比什么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你说，比谁的力气大。哦，比力气，比力气大，那我赢定了，我赢定了。喂，还没比呢，你就在这吹牛。天庭这么大，什么世面我没见过。你力气大，哼，乡巴佬，没见过大世面。二郎神，你竟敢看不起我孙悟空！好，我举什么，他举什么。你要是举得动，就算他赢。别人我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你死定了！千万不要举那定海神针啊！哎，我就举那13500斤的定海神针。啊！你这臭猴子，你耍我啊！哦，我玩死你！我这。怎么样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
好。这个猴子随便拿了根铁棍就号称1万多斤，不能让他虚张声势，蒙蔽了我们的双眼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看清楚一点儿。那是定海神针，东海的镇海之宝。天地之间，你要是能找到第2根，就算你有本事。喂，看什么看？该你了。喂，你，轮到你了。来就来了。行不行啊？光看个屁呀！看你也拿不起来啊！哎，行不行？跟我比，你差远了。来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行你就赶快举，不行你就算放弃，就弃权就认输。我绝对不会认输的。哦，不服？那你倒是来啊，来啊！你快举啊！到底行不行啊？没有闲工夫陪你，我有多少事情要办呢？不行了！哎呀！你又怎么了？我刚才放了个屁，现在拉稀了，我要中场休息。哎，对，装的，一定是装的。哪有什么中场休息？不行。对，没有中场休息，起来，不许装，起来。这个朱帅帅哥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哎，一点天庭的规矩都不讲，而且言语粗俗，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天蓬大元帅呢？对嘛？现在的帅帅哥还不是天神，他只是个凡人，吃的五谷杂粮，大小便控制不住，那也是正常的嘛。你们要学会有爱心，要会去理解别人。有了爱心，你们就能够关心这天下。允许帅帅哥中场休息。明白。哎，不行不行！既然陛下说可以中场休息，帅帅哥，中场休息吧。半炷香，半炷香够不够？够。哎，他装的！哎，他装的！你看见没有啊？他装的，真是装的！哎呀，孙悟空，你看玉帝有令啊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他装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怎么可能举得起定海神针呢？这回我输定了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到半炷香的时间了。我完蛋了！我就是用尽我吃奶的劲儿，也举不起你们那根定海神针呐。举不起就举不起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为什么上天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这次输了，那只臭猴子就会娶嫦娥姐姐。哎呦！如果嫦娥姐姐嫁给孙悟空，也挺好的。好，有什么好啊？如果我不能跟嫦娥姐姐在一起的话，我宁愿在那根定海神针上撞死算了。你宁愿撞死？不能娶嫦娥姐姐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猪哥哥，你还有我嘛？就算嫦娥姐姐不陪着你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的心你是不会明白的。如果娶不到嫦娥姐姐，那跟死有什么区别啊？
反正都是死，我不如在定海神针上撞死，起码壮烈一点。你宁愿死？你别说了，你走吧，你走啊，让我静一静。哎，你在这干嘛？你不是拉稀去了吗？还有闲情坐在这儿？半炷香时间过去了，二郎神大人让我传你回去，方便的时间已经过了。我赢啦！呜呼！我赢了！我赢了！我请大家喝酒！我请大家喝酒！请大家喝酒！哎，臭猪，臭烘烘猪，你输定了！你看他的样子，肯定是一点自信都没有，一点信心都没有。你输定了！你别磨磨蹭蹭了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我数3个数，如果3个数之内你举不起来，就算你输。快点！1、2，别再逼我了！